後來繼續來看官方甲產業合作，打造就好生存的環境。目前合作的農友已經有55位，優先種植的面積將近100公頃。為了打造友善就好的生存環境，南投縣已經有55位農友響應就好標章的制度，友善耕作面積將近100公頃。非常需要更多的平台，讓社會更多的消費者能夠知道，友善食譜的農產品還有它背後的意義。在地企業使用健康的食材，推出健康的餐飲，鼓勵更加多農友響應就好標章的制度，協助他們能夠來賣有食譜標章的蔬果，好，這樣子的話呢，我想也可以來推廣，好，讓消費者能夠來取用。就好族群已經超過1000隻，在中南部淺山的所在，攏有當看到因的形影。期待大家繼續打拼，好這個環境永續的發展，共同守護就好的家園。